的，我没买256，本来就没得变化。没问我只要我1体的，它只有512。我靠，头发非常完美，可以再往前走一些也行，挪一下嘛，挪一下。过来吧，拍吧。后面走一点嘛。可以吗？不得14，就是15和16。好。是不是啊？你不得14了吗？是没得了，都是16、15。以前是14和15。你把那个鱼丸往哪喊过来噻？你再搁那个。你再搁那个。他过来一起跳噻，对吧？随便，他们跳一跳也可以啊。哎，那3个字还搞忘了，有的搞忘了。在这儿等嘛，然后他们先自己就可以跳。好的。对。我介绍一下。这里摄影师是不是有个叫王老师？于公吗？不是，他的抖音名叫王未来吗？好像是。在这儿。然后那个我朋友叫于卓雅，他们2个认识。哦。王未来在这里。他也跳舞的。那个就让他经常去跳。他在阿坝州也有公证，他也在看。他在九寨沟好像待过。对，他我舅舅他说他认得到。他是我是嫩桑措景区，知道吧？神仙池。我是那边的，不在景区里面，就神仙池景区。哦。九寨沟附近那个有9个寨子嘛，我外婆是树镇寨的，我家是那种但是我家常住在那个嫩桑措神仙池那里，现在名字改了叫嫩桑措嘛，我们藏话就叫嫩桑措。60多公里。那你们家好。其实我觉得九寨沟的每一个都很幸福吧，好凉快，也漂亮，真的漂亮，我觉得。对啊，就地震之后破坏的。对，地震前漂亮，真的漂亮，那个五彩池真的好漂亮。今天主要是为了去换电池，哪晓得电池没坏我就。还有车。还有车。是锂电池，我这个是铅电池。哦。哎，轻便一些，小一些。双缆车啊，对，是往单车啊。继续跳舞，注意，哎，对啊。那你在去？我开车嘛，我到开车去。他喊我坐车一起去。他说看我不存在，他自己。11号就去，他11号大巴车接他们。不晓得。
2天嘛。那你想做？晓得到处看嘛。这是直播，这边直播，就是直接拍。两个一起直播。如果在的嘛，你就在就可能嘛喊你，他现场写的名字，现场写的名字。天天在跳那个，一样的跳都会。为什么多跳几遍就好了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好多小西西也去，玉珠那些都好了。有什么团队的？就在新区里面。收会的里面，收钱的里面嘛。批发车的那个。就是在景区里面嘛。不在景区，县城里面。早认识就好了。现在我就是你们跟我说话，我就每次来听。说话的话，我就不敢。你说，其实你跳舞更有优势。这也有嘎。啊，对对。扭起来，不仅还扭哦。你看，哦，你说运作啊，要这样。开6个小时。羊羊肉，我们这次走，今天晚上和羊羊跳舞的，跳舞在晚上会看的。对，老娘，你好。吴京，你跳女生班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可以我说吧？可以啊，我跟英卓说了呀。他出去了。他说无所谓，应该没问题，应该没问题。他怎么你不办？
我贴个照片到视频号看，他应该认到你。我没有是有抖音，没有搜过。马勇，还有哪啥？见了面就晓得。哎。好。呀。去那个嘛，对头吧？我看他的箱子有大。看着这么大气，干不了啥。这个话呢，就是我妈妈，我本来是想那个，想买18寸的啊，然后他其实买到他把我18寸我感觉在外面就这个才几个月，才12月份买的，才10个月，9个月。没有什么设备啊，给你一般拍视频，主流拍视频是索尼，但是主流拍视频大部分是用索尼，一般拍风光什么的，一般就用尼康，然后拍照片很多用佳能，一般是这样选择，但是看个人。那个的相机，全世界的相机几乎上就那个地方才产相机。有没有买大疆的嘛？大疆的完全可以。大疆相机出来了。大疆嘛，低价的嘛，就破个3的可以了。而且如影视的也可以。他们说大疆的哈苏啊也可以啊。大疆的哈苏，哈苏是大疆的，收购的。我现在哈苏是属于国产了，瑞典的。被大疆收购了吧？收购了好多年了。收购好多年了。好多年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国产有相机嘛，哈苏嘛。那个哈苏那个4万5的那个，把镜头盖上去都能拍视频，能拍照片，我操！他只要他的镜头盖，他那个镜头盖有点缝隙嘛，他把镜头盖上，把照片给拍出来了，我当时惊呆了。哎，其实就一个光真的。那天我看到一个人买了个哈苏4.5个 W， 声音有点小。拍多了不想拍了。我现在拍多了，我今天相机都没拿出来。相机都没拿。我真的放大了。是吧？回家了。
投入。你不会跳吗？你会跳吗？介绍他们那就一会儿跳那个什么吉祥话吧，2万问题吧。不会吗？在这儿跳那个，在这儿跳吉祥八宝嘛，一会儿跳吉祥八宝。就他们2个跳一块。那就给他们2个先放这个嘛。好，可以的嘛，可以，我们就放完就当。我们就开始重新开始。唱完就行了噻。没有，你们都走了。没有，只有唐左2个，还有太虚。我的抖音可以放大，可以放大。放大了。88线的。左边那个麦吉，应该是，那都打起多好。小西西，不叫小西西，小西西，应该叫小西西。麦子的吉祥。你看嘛，我总是感觉它有点模糊，对焦，是吧？这正常的啊？对的呀。家人
加黄金加这个样子的嘛。啊，不存在这个可以调吗？这个。再往上面按一下，按这个没关系。菜单再往上按一下。你用手动挡啊？主动挡对。对，时间到了，对吧？就是。今天星期五，星期六，星期六晚一点点，11点回去。去别的地方，挡到他要从那儿走。还少一个，这个忘掉了，当然不搞忘了，少了一个这个。